观众朋友，今日个项目欢迎收看《福起来》，我係阿明哥劉孝明。其實一幾年吼，幾多嘅地方唔單一團體都在推動啊，等客家文化。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佢貼片度，伊係好多年伊咩行嘅，但是伊係我等咧家東國小伊在退休嘅主任，伊喺家東國小做主任嘅期間地步，伊佢第一步去推動啊，等客家文化教育。你今日有請到伊來當我哋嘅節目地步，我都要請伊來分享。以怎樣去推動我哋客家文化，同時也有成功樣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我哋嘅林淑妃林主任來現場。淑妃老師你好。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家東嘅林淑妃。淑妃主任哈，請問下，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時都講這個咩的行業嘛哈，我們是不是可以請你先跟我們觀眾朋友大概介紹一下你自己的一個生平，好不好？那我是嘉東鄉的羌原村，是閩南人，但是呢，因為我國小讀的是嘉東國小羌原分校，那國中是讀嘉東國中，那因為是羌原分校嘛，所以每一次學校有什麼重要活動，比如說運動會，或者是什麼慶典活動，那我們就要回到本校，也就是嘉東國小本校，那當然就會接觸到客家人。也會接觸到客家文化。那另外，我是讀嘉東國中，那嘉東國中就來自我們12村的國小畢業生嘛，所以呢，嘉東國中就會有閩客一起，所以我國中也是有跟我們客家人一起相處。那另外我是服務教育界34年後才退休，那這34年裡面呢，從台北調回來到嘉東國小，總共服務了23年。那這23年之間呢，有15年是當主任，也就是當行政工作，教學工作比較少，行政工作比較多。那我們學校是客語生活學校的重點學校，所以對客語的推動或者是客家文化的傳承，就是我的職責所在，所以我就會努力的去推動。其實嘉東就剛剛我們所提到，它算是我們6堆裡面的左堆嘛，哈。那除了嘉東之外，然後就還有一個新皮。那比起新皮來說的話，其實嘉東真的是一半一半的客家人跟閩南人。那然後主任剛好是屬於閩南的6莊裡面的一莊。然後後來在嘉東國小之後，嘉東國小同時本身也是我們的客語教育的一個重要的一個基地啦。那你自己本身對於嘉東國小，你也是嘉東國小的校友，你覺得嘉東國小有什麼樣的特色嗎？首先，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客語生活學校嘛，哈，那因為是客語生活學校，所以呢活動就很多。那人家只要聽到嘉東國小，聽到嘉東國小，就會想到哇，那個客語生活學校每次參加口說藝術啦，或是戲劇啦，或是客家歌謠啊，常常會得名的學校。對，好。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這幾年嘉東國小的校舍全部都翻新了。那因為我們是客家學校，所以我們在新校舍的新建的時候呢，也把我們客家的元素把它融入。比如說我舉例來說，比如說蕭家古厝是不是那個八卦門？那八卦門什麼意思？有什麼用途？八卦門我查了資料，八卦門就是你只要走過去那個門，就是說從那個蕭家古厝是5進嘛，那你要從這個城，然後跨過這個八卦門到另外東鄉或是西鄉，聽說只要你跨過那門就可以去邪，就是去邪的意思哈。那所以我們還有一個書卷窗，那嘉東國小很特別哦，新校舍他們做的那個洗手台，就是把那個八卦門，然後中間再弄了一個書卷窗接了這個。那另外那個蕭家古厝它不是有這個。應該到高高低低嘛，他們是由低到高，長幼有序嘛，哈，步步高升。那我們嘉東國小的新校舍的屋頂也都是高高低低，沒有整齊的哦。另外這個屋檐它是往下，就是兩邊的屋檐就是斜屋檐，那斜屋檐就像那個蝙蝠對不對？那就是表示我們希望永遠福氣都到我們嘉東國小來。那另外有一個蝙蝠的廣場。都是希望嘉東國小是一個福地，這個是有關新校舍。那另外就是我們嘉東國小很特別的是，
屏东县3D 科技，3D 科技的首创学校，刚好是在我任内推动的。那因为我们杰出校友是新加坡的科学家，他刚好是这方面的这个专家，所以呢，校友就送我们这个3D 猎鹰机，我们就开始推动3D，然后接下来慢慢的就带到 Scratch， 就是程式设计，然后要带小朋友去做这个 R4M 机器人。今天校长还带跟主任们还有指导老师，今天刚好就带队去台中参加这个世界机关网 R4M 的比赛。那另外我们嘉阳国小这个设备真的是好得不得了，现在还有一座很高的就是风雨运动场，所以现在小朋友在运动不必再怎么样怕淋雨啦、怕晒太阳啊，那个地方就可以让小朋友玩各式各样的运动或是球类。那另外就是我们嘉阳国小刚好就是在中心嘛，中心学校，那古迹非常的多，所以还有美食也很多，所以我们学生呢，老师在上这个不管是社会课或是什么课，反正我们在结合我们的课与生活学校的推动，我们常会带小朋友会去做古迹的踏查。那如果来宾来访的话呢，我们又会请他们吃我们嘉东乡的美食，比如说板条啦，或者是什么乌班啊什么的那一些，所以其实我们等于是在介绍我们客家的文化。那另外我们嘉东国小真的，如果各位有去的话，就发现哇，嘉东国小怎么校地那么大呀，4公顷相当于4甲地，然后那个树木真多。而且树种也多，那又有两座那个两座庭院，亭子应该是亭子，所以你看很像公园。那现在加上新校舍重建后，新校舍是产那个古朴的然后配有那个绿草如茵，所以呢，嘉阳国小目前你假日或是你就常看到一些新人要拍婚纱照，都会来我们嘉阳国小取景，真的很特别所以说，当然的主要按的讲，意思等讲按的嘉东国小唔单止係一個教育嘅場所，同時亦係幫我哋嘉東附近嘅客家文化，佢哋適合睇下啲學校地方，同時以及咁嘛有一啲生態教育嘅一個場所。但是我哋貴東我哋根本一個主題講，本身嘉東國小它就是一個課語生活學校嘛。那除此之外，您對於推廣課語教育這件事情，為什麼這麼的？应该这么说，这么的热心，甚至是说把它当成是一个使命在做。我想这是个性使然，因为我个人就是，如果长官交代我做什么事，那我一定会努力去做。如果我不想做，我就不会接这个任务。所以我知道课语生活学校，我们既然申办了，那我当然就要努力去做。那也是运气很好啦，每次课语生活学校的考评，我都可以得到特优。那每一年的课语生活学校都会办理这个观摩赛，后来这几年改为叫做客家艺文竞赛。那它的竞赛项目从客家歌谣啦，或是口说艺术啦，客家戏剧啦。那刚刚我们每次参加比赛竟然都可以得到特优，然后拿到全国赛的资格。所以在这种特优的鼓舞啦，还有得奖的鼓舞啦，所以就会激励我一直持续，一直把这个工作做到我退休为止。到现在退休了，小一校长如果请我帮忙，我还是很乐意回去帮忙。其实我想主任很谦虚了哈，因为其实主任的努力应该是说在过去里面屏东县能讲客家生发福教地步，其实嘉东国小算是能讲排头名的啦。因为真的如可以比到讲，其实听的按到村庄地步，可是我可以看得到嘉东国小这个用心还有努力的部分。那当咱那个主任安尼一说明下，我才发现讲其实真的是主任带领客家人，过到乡下人来做一件事情。可是一部分的东西听我的下一节节目地方，我的满俺的主任讲，伊当初很想做的。但是这边我有个问题想问主任，就是说，那问题是因为你本身是一个闽南人虽然说你小时候可能跟客家人玩过，可是毕竟这是一个工作你不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负担很大吗？
说压力不大那是骗人的，真的骗人的。因为每次指导小朋友，培训小朋友参加各种比赛，因为每天都投入了工作，连晚上睡觉，老师说晚上睡觉哈，都还是那些课语或是那些音乐都在脑海里，你知道吗？真是这样子。但是呢，我刚刚说过了，因为有成绩，那个累我就觉得值得，就觉得值得。另外就是因为我国中的时候哈，读嘉南国中的时候，我曾经看到同样是闽南人的同学哦，他竟然可以在1年才读国中1年级完哦，他竟然可以用客语跟那个客家人吵架，让我印象多深刻呢？所以当我接任这个客语生活学校这个重任后，我就发现其实只要有心去推动，还有那个环境，我相信客语是可以把它怎么样推动出去的，然后文化也可以传承出去。可是我哋主任同我讲，我哋最重要的东西讲，嗰種有心、有嘅環境嘅話，其實推動客家話唔係一個困難嘅事情。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講同嗰時候事情。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退休嘅嘉東國社會林淑妃主任同我分享嘉東國社會伊嘅特色，同時因為我哋嘉東國社會係我哋屏東人學語生態學養伊嘅重點嘅學校，我哋今日馬上就摸一下我哋呢淑妃主任吼，伊當初係讓我去推動我哋呢客家文化嘅伊嘅傳承，同時讓我去帶新人嚟去參加比賽，因為我哋地講其實。喺嘉東國社吼，帶出幾多嗰種朗讀比賽啦，吼，幾多一定冇嘅聲音嘅。我哋如果嚟敲摸一下我哋主任啦，吼，當初你讓我帶一道聲音嚟咯。那我是從那個選材開始，因為學生300多嘛，300多位學生其實也不多啦。那我就會從那個常常跟小朋友打招呼啦、聊聊天啦，就可以知道哪些小朋友那個音色啦，或者比較大方啦。或者家長很熱心的啦，願意讓小朋友參加各式活動的，然後去，當然還有請那個老師、班級導師來推薦，然後我這邊再來篩選。第一關，你說人才你要先遴選嘛。然後接下來我會認為說，因為如果一下子就讓小朋友參加口說藝術，那可能會挫折會很大，因為口說藝術最多5個人。那小朋友，我們這鄉下小孩子嘛，世面沒見多，那你一下就跟只有台上只有5個人在演出，他可能會因為緊張就失常了。所以我剛開始我們是演客家戲劇，因為客家戲劇從低年級開始，人多勢眾，對不對？就不怕了嘛。然後再從這一個客家戲劇裡面，他經過長期的培訓，還有上台經驗完後，我再去找真的很棒的，膽子夠大的，音色又好的，家長配合度又高的，好，我們就把它當成到中年級、高年級，就把它網羅來當做口說藝術的這些學生代表。這是我培訓客家藝文競賽參賽，結果我一直都能夠得名吶。我現在給他回想起來，這個是很重要的關鍵之一，我個人這樣認為的。嗰種譬如我談到件嘅，我發現到個原來我哋看到伊啲國時，伊可以把我哋客家嘅口述藝術做暗行，原來其實一中間地方我哋透過無窮樣嘅方式去選出一啲人才。嗰一過程地方，喺你這個本來你以前的工作經驗，讓你知道說這個過程要這樣子嗎？還是說你是從接下來這樣子的一個客語生活學校之後，接下這樣重任之後，你才開始去摸索出來的？是我自己摸索出來的。那我有把這個經驗傳承給我的下一棒，就是接我這個位置的主任。因為我剛回去看的時候，我退休完後第2年，那因為換校長換主任了嘛，那他們剛接了這個任務，他們真的是，校長就是因為人力不足嘛，然後請我說，淑妃主任，你可以回來幫忙嗎？我說當然可以呀。結果我回去一看，選這種人才要訓練起來真的有點辛苦，但是呢，我說沒關係，我們就是努力盡力就好了。
所以我还是天天去陪小朋友，去带他们怎么做。最终我是，课语讲不好嘛，但是肢体语言我知道，我知道，我就从那个肢体语言那边。那他们的教学组长刚好他是客家人，长治的客家人，所以我们两个就搭好。我会抓那个细节，就是走位啦、肢体动作啦。那另外老师就是那个发音的矫正，这样搭配。但是因为就是选材的问题啦，因为现在小孩子也不晓得是我退休这点，发现现在少子化嘛，小孩子就比较怎样，比较不能吃苦。老实讲，我们以前在客家培训的时候，你知道吗？连假日都过来练习，早自习有练习，午自习有练习，练到小朋友自己都有兴趣哦。有一次我发现小朋友那个中午怎么那边有3、5个小朋友在那边呢？原来是我们口说艺术的小朋友哎，我没有请他们练哦，他们自己邀了就去练习了。现在孩子是你请他练，老师如果再严格一点，眼泪就掉下来了，就差很多，真的差很多，跟我以前培训的那个学生啊，跟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啊。这真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讲，其实要我们讲训练啊，我们虽然说是训练，其实要训练到后来会变成一种痴心，会变成一种自信，就变成讲譬如讲我哋以前晚上线上搞我哋练演讲的时候。我的那地方的演讲就是耸一讲法，然后老师都给骂啊，讲你这样又不对啊，那个这个句子不能这么讲啊，咬字又不对，你就觉得很烦。可是当你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发现这篇文章讲起来好像有这么一回事的时候，你就会有痴心就像头先我哋的主人公一样，你看到有痴心的时间。你这个不是讲，以这个问题这个训练，因为其实几多位我哋的欣赏同我哋的一啲讲法同，其实我哋的训练生意的比赛呀过程地方，唔係講伊最尾拿到咩，喺也要训练的过程地方，比如生意呢最尾去表演的时间，也会展现出一种自信的感觉。其实这个是在这个经验里面。他们觉得学到最多，对那个过程很重要，对，没错。不仅是说，可是我想问一下讲，可是你这个给时间掏出来生意的地方，一天会吓人还是有喉咙人？我们那个培训的人才，我那时候不会挑说一定要客家人，我刚刚强调就是你这个音色要美，要够大声，然后胆子够大，家长配合住，不管他是闽南人或客家人都 OK。像我儿子也是读嘉恩国小的，他是闽南人嘛，对不对？那我们对那种就是课语不行的小孩子，每一次我一定会录制，我就会请指导老师把这一些台词我把它录音起来，制作 CD， 每一个小朋友都是一片 CD， 他回去他就是要听。你知道我儿子多可爱吗？他这听到最后，连那个洗澡的时候我都听到他自己在练哦。而且呢，他在说的时候，他不是说自己的台词，他一下扮演这个角色，一下扮演那个角色。我说真厉害。到他现在大学毕业了，我说你还记得你小学5年级的时候参加口说艺术的时候，后来马上又朗朗上口嘞。所以我就说我不会分闽南人和客家人。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嘉恩国小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在母语课每一个礼拜不是1节课吗？那我们会发这个调查问卷嘛，小朋友意愿，尊重小朋友意愿，你到底要选闽南语还是客语还是原住民语？我们竟然有1/12的小朋友，爸爸妈妈都是闽南人，但是他却选客语，很奇怪哦。对，为什么啊？我在猜啦，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在选材的时候不会说你是闽南人我就不选，我还是给你机会，只要你肯。然后呢，去比赛，粉墨登场，小朋友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我们每次得到全国赛我们都是包游览车，因为我们的校友基金会会提供给我们，只要一队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赛就给1万块。那再加上我们县里面也有补助款，客委会也有补助款，所以呢，我们只要拿到全国赛的资格，家长跟小朋友，我们的小朋友都给家长哦。陪着去去等于是去旅游，你知道吗？校外教学一样哦。小朋友认为去玩，你知道，因为我们是2天嘛，
不会说当日来玩，那2天，所以一路上玩到那边，隔天比赛，回来比赛完了又回来，又一直玩回家，所以家长觉得说，哎，来读江国小不错哎，对不对？那让他学客语更好哎，他就有机会去参加客家英文竞赛比赛，那可以训练他的台风啊、胆子啊，你未来找工作或是未来我们推甄、面试这个地方能力都很重要嘛，所以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江国小来。所以那几年江国小的招生真的是别的学校可能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可是江国小却没有这个问题。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对于小朋友的整个的生涯发展里面，就是小学的一个记忆里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而且我想问一下讲，因为其实我哋你讲小学有寒假暑假嘛，比如讲我哋上课时间可能时常会搞啊，但是寒假暑假一过去，会不会因为寒暑假然后全部都忘掉了？哦，说到这个，所以我们要感谢啦吼，我们教育部他有推这个夏日热血活动。夏日热血的目的，他就是怕小朋友就是有学习的失落感嘛，那希望小朋友能够善用暑假来增能，但是他也希望学校设计的是从做中学。那教育部第1年刚办理这个夏日热血的时候，我就非常的积极去参加，就是申请计划的撰写说明会。回来我就很积极的去写，然后也很幸运的就得到那笔经费，有80节课哦，80节课呢，然后还给小朋友午餐费。那80节课不但是有讲师费，另外还有助教费，就是我1节课里面给你400块，另外200元的助教协同你一起教。那这个社企课程，我当然想，我们家东乡啊，或是哪个地方有这个资源啊，人力的资源啊，比如有的老师他会做客家师哦，这个是第2代客家师。我们那一代的客家是我那个任内的客家师，没有那么精致啊，但是呢，我就真的请那个老师来教我们客家师。那另外就是又有设计去。我觉得到现在很自豪了，我那时候竟然可以这样子安排到，家乡的古迹踏查完呢，我们会照相完回来呢，开始分配工作，哪一组准备负责导览哪一个，然后我们就小小的解说员的培训，然后完后再进到就是实地上去导览，好，去导览哦。然后接下来古迹，我会把它请那个有专长的老师来指导小朋友绘画，古迹绘画，然后呢再把它编成册，所以才会这本《杨家祠堂》这本古迹绘本。那时候我是计划每一年就是做1本。嗰個談到入邊，我發現到講，其實唔單止講聽人哋上課時節可以學到嗰度東西，聽人哋寒暑假時節可以學到嗰度東西哦。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嗰時聽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嘉東國社會退休主任林淑妃主任同我哋分享講，伊當初係樣嘅去推動我哋客家文化教育。我想請問一下那個主任因為見面我哋現場帶嗰度東西嚟嘛，頭已經有講到講，譬如講楊氏總是係入邊飛本係樣嘅去畫出來嘅，因為我哋感覺到講，其實現場帶來嘅是不是都是你們當初的教學的一個成果？沒錯，係。譬如說，這個石獅子是這樣的一個教學的一個過程裡面所產生出來的。其實這個是為了參加那個講6堆，那所以呢，所有6堆的學校，就是合作去，有請個專家來教師生300個客家師，對，參加這個客家師的製作。那接下來這個新丁記是我退休後，那我們小一校長參加我們嘉東鄉，不是嘉東鄉，是屏東縣。對，屏東縣由響堂國小校長發起的這個主辦承辦的家鄉繪本。那剛我們嘉東國小
是不是那个习俗活动很多？我们客家比如说做福啦、吃福啦，拜神亭的啦，所以我昨天晚上给他翻一翻哦，这个《新丁记》写的真的是非常好。是，他就是怎么样去从那个搭那个新丁记那个然后要拜什么东西，那为什么要办这个新丁？整个都介绍的非常非常详细，而且是由学生来画哦，就是我们请美术老师，然后指导小朋友的画，然后呢，小朋友的画的东西能够出版，小朋友是不是很有成就感？而且呢，从中也认识了我们的客家文化。那接下来我要介绍这个从那个蓝染。这个我就要谈。我当时在任内的时候，本来也是有要做这个蓝染，可是呢，因为我一直找不到教蓝染的老师，所以我就是从那个缝制那个客家花包开始。然后我没想到说，哎呦，我卸任完后，我们接棒的承办人或是校长这样可以积极，因为我当时退休后，我们前任校长。有交代我们一定要把我之前办的活动，一定要所有资料，包括书面资料什么的，全部都要留下来。那我也是很感动，接任的人或者接任校长，他们都有真的认真去看我们当时到底做哪些东西，那他们的如何继续延续或者发扬光大。那我真的觉得他们做到发扬光大。你看我当时没有做到蓝染，我只做到客家服饰的介绍，因为客家都是蓝满布嘛，对不对？然后让小朋友去体验穿客家服。可是他们到这边有做染布，染布完了会把它延伸做成面包纸盒，所以这是很棒的 idea 哈。那另外呢，我任内有做客家五花，我们演一出戏叫客家五花。那客家五花，结果他们现在夏日热血就利用小朋友很喜欢做的捏陶，然后把它做成客家五花捏陶，又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品。那客家五花，有各式各样，做成圆形的，又做成正方形的，还有那种长方形像标签似的。那另外呢，又做了这个我们萧家古厝啦、杨家祠堂或布月楼、进志亭啊，就是我们嘉东乡的古迹，把它做的类似什么风景名片明信片这样。我觉得我们嘉东国小真的一棒比一棒好啦。等于如果其实我哋没看到所有作品里边，如围绕到我哋嘉东国小，无如讲嘉东乡，即个伊的客家文化特色，唔管是当香港的看到客家诗啦，我哋杨氏宗祠啦、新店啦、我哋的养布啦，还有我哋的风景的明信片。甲唔同处于讲到个，其实呢喺轨道咧推广我哋客家文化，唔管喺比赛嘅地方，譬如讲我哋客家戏剧地方，又把我哋嘉东嘅文化、客家文化，比如我听我哋客嘅。我的戏曲地方嘛。好，我当然在这个戏码上你不管是客家歌谣，或是口说艺术，或者是客家戏剧，你要得到这个评审的青睐，当然你的主题内容，这个是占那个评分里面很大的项目。如果是能够跟客家文化能够结合，那分数一定拿到很高。那所以我印象里最深刻的是，我们其中有三出戏都得到全国第一哦。第一出戏2年级演的客家小站，那中间就是介绍把我们客家的美食市文市草，另外中间在介绍服饰，还有我们的古迹啦，或者是应该还有客家歌谣，就是山歌嘛，因为小站里面会有人表演山歌啊。好，那另外有一出就是谈到那个我们客家人从唐山过台湾来，他们就是挑个扁担，怎么样？所以有那一出戏叫做一根扁担打天下，来描述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奋斗精神，从唐山来到台湾，垦荒这个奋斗精神。那另外一出也是就是要习武，因为来到台湾奋斗实在很不简单，所以又有一出戏叫做那个我们常说的吃水果、吃果子要拜树头，那么吃米饭呢就要拜什么锄头那一出戏就是围绕在
小朋友啊浪费食物啊，所以呢就被爷爷啊罚跪呀，那罚对着谁跪？对着那一根锄头，然后告诉他，我们所有的东西啊，食物都来自不易，然后就是告诫小朋友一定要爱惜食物。所以我们是，每一出戏我们都尽量把它融入我们客家文化。那这样子的话，不是只为了得名吧？哦，是介于我们这个客家英文竞赛，让小朋友从表演中也认识、体验客家文化。从头到开始的时阵，我们中英讲到讲，譬如讲，咱托伊的声音的时间，好去参加伊比赛时，记得伊的声音外向，听伊讲伊讲法过台上，第三就是我家长的皮下，家长的部分唔很用啊，去帮人的家长变成去支持，开始伊本声音的去参加比赛嘛，冇参加训练的部分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去比赛第一次。全国的客语生活学校观摩赛，我们第一次参加就拿到全国第3名，然后家长就会哎呦，马上就我们竟然可以拿那么好成绩。然后每次我在培训小朋友的时候，他也看到我主任或者老师们那么认真的指导小朋友，所以我们那些家长他们都会来接送嘛，因为我们都是课后留下来练习，所以。练完后，家长可能会提早来，那提早来，他就会看到我们在怎么样训练小孩子那个过程，真的很辛苦，然后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有时候常常是利用假日，那家长愿意配合。那我们家长让我感动的地方，他们都知道啊，我们很辛苦，小朋友也很辛苦，都会买点心来给我们吃，真的都买点心给我们吃。另外，在这个参加比赛，其实还有很累的部分，就是道具的制作。道具的制作真的是很辛苦，那只要我一通电话，我们家长马上我要什么，他就赶快去张罗。那需要现场来学校做的，他们有几个邀了就一起来做，真的是做到这种地步真的是让我很感动。然后要去比赛的，他们也是跟公司抛下自己的工作，陪着小孩子跟我们去到各地，还到台北啊，因为比赛全国赛的地点都不一样。都愿意陪孩子去，然后呢，一大早就起床要帮孩子梳妆打理。这个地方，其实老师就说啦，如果没有家长的支持，这个真的要走下去，会让我会更累，会累的可能会提早退休。其实嗰度，我谈到我讲到嗰度教育现场教育现场地方，谈到我讲家长就把声音的接一本学校，因为讲学校是教育的责任，然后发生乜事情就全部学校的事情。但是我而家谈到我讲，因为家长看到譬如主任欣赏的用心。同时把伊声音的教安好，可是变成讲，如果因为讲，其实伊嘛可以去负担一部分的责任，他甘愿听他来做，同时在做过程地方，他也可以参与小朋友的成长没错，就等于是也要小朋友在这个一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其实家长也变成他参与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对，可是对于几多家长来讲的话，我相信伊嘛，因为讲，其实伊可以听数到。等于讲唔单是听数到学校，其实嘛喺听数到，其实也要声音的一部分。就像我哋嘅节目一开始嚟讲嘅话，其实我哋讲我哋做人係啲好容易，但是你看，唔單止我按一時去推廣我哋客家文化嘅教育，同時伊這個嘛依靠學業認證，當初都我希望依靠學業認證哦。說到這個也蠻有趣的哈。我剛剛我略微說了嘛，只要有心就會學得好。我看到我同學這樣跟用客家話跟客家人吵架，我就知道我只要有心我就可以學得好。那我每一年都要培訓小孩子，我們請客語新傳師來指導小朋友客語，參加初級啦、中級客語認證啦。每一年我都要做這件事哦。那每一年都陪小朋友去參加考試。有一次我就想說，裡面小朋友到底在考什麼？到底是什麼施測啊？我就很好奇，你知道嗎？我說倒不如反正我都在幫小孩子複習嘛，他也會送 CD 啊，那我倒不如我也跟小朋友一起來參加考試，我就可以進去看看到底是怎麼考的所以我就有那個動機了，很強烈，我就去真的開始準備。那在準備過程也是蠻有趣的，我連在家裡掃地一邊掃地我是 CD客語 CD認真的 CD， 一邊掃地一邊聽。然後呢，
如果不是我自己开车，我给我先生载，我就是一样请我先生播，我就在车上赶快念，赶快听，就听那个，因为那个是说故事最难，用客语说故事那个地方最难啊。最后运气不错，因为笔试我很厉害，我笔试100分，但是客语的那个讲故事那个地方，口说那部分口说部分呢，我就是国语、台语、客家话一直砸了墙，所以分数就不是很高。但是因为它是平均起来，我还是有及格，还是达到了通过标准，所以我拿到初级客语认证。所以主持人用客语来跟我讲，我都听得懂，但是要我说，因为不常说，那个音调啊、声调啊就会抓不准，所以我就比较不敢开口。但是因为我有参加过初级认证，所以一些一般的语汇我大概会，比如说我的亲戚啊，我真的客家人啊，有时候我就跟他讲几句客家话，无形中真的就拉近彼此的距离。所以我常跟家长讲说，学客语的好处，你想看看以后你的孩子长大出去工作或者是读书，吐不清，但是你只要遇到同事，会讲客家人，无形中2个距离就拉近了。冇错，好。其实头先我哋主任讲的最重要嘅地方讲，你这个如果唔想行业，但是你讲我讲合法化，喺份嘅工作嘅時間，讀到一啲行業，無論可能一啲行業係人要上市呢，嗬。你講一啲合法，其實都把2年嘅距離放喺過去。今日佢咁差嘅主任，我相同分享安度嘢故事。多謝大家。